好，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现无成家的公司是不止啊多哦，有203间，比去年同期是加出着198间，尤其是制造业上多。那这个观光业原来真艰难，未少的业者趁这个时间来转型，甲在地农民合作，推广国内防疫的旅游。交通部长林佳龙讲，都要先恢复国内旅游的生理，做好准备。等到边境开放，就会当马上招外国的游客到台湾来一撮防疫旅行。肺炎疫情当上观光产业。那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呢，讲白一点，就是直接归零，就是进入一个所谓的旅游业的冰河期。另外一间旅游业者嘛真惨，国内来讲是等于几乎剩下30%的量能了，因为所有的包括国内离岛的部分已经都几乎是处于停摆的状态。因为无生意通做，旅游业者只有利用这段期间加强专业的培训，另外嘛有做转型。因为我现在是跟水保局这边有做一些在地小农的一些产官学的一些配合的旅游活动。目前台湾的疫情渐渐平稳，国内旅游开始有发展空间。交通部嘛认为已经会使开始准备启动国内防疫旅游复苏阶段，以防疫旅游打先锋，那用踩线团，把一些优质的旅游路线，再加上沿途的食宿游购行，这样的整合之后，那透过30万的观光业来做基础。疫情不止影响观光业，台中市劳工局统计到4月底，通报有无成家的公司一共有203间，人数是3236个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98间，其中各以制造业上多。即马只会当期待疫情会当赶紧渐渐平稳落来，各产业才会当恢复正常运作。